又滲水，樓梯燈又壞，喺一座咁嘅大廈住，唔怪得知我晚晚都發噩夢啦。唔得，我唔可以再忍啦，我一定要搵人幫手搞翻掂呢座大廈嘅管理先得。早晨，小姐，請問有咩可以幫到你呢？我想反映下咧，我而家住緊棟大廈咧好多問題咯，天花板又漏水，後樓梯又冇燈，總之一搬咗入去之後咧就好多問題咯。我諗我哋嘅地區大廈管理聯絡小組可以幫到小姐你㗎。黃小姐，請坐。你好，我係民政處地區大廈管理聯絡小組嘅聯絡主任，我姓劉，請問有咩可以幫到你啊？你好啊，劉主任，我而家住緊嗰棟大廈咧，越嚟越多問題啊！咁天花板又漏水啦，後樓梯個燈又壞啦，咁我已經同管理處講咗好多次，咁投訴極咧佢都冇人嚟整喎。咁我又擔心咧，會唔會好似之前咧土瓜灣嗰棟樓咁樣咧，成棟冧咗落嚟喎？你可唔可以幫我搞掂佢啊？聽你頭先所講嘅都係大廈嘅公用部分，你除咗聯絡管理處之外，有冇聯絡呢個業主立案法團啊？立案法團？乜嘢立案法團啊？業主立案法團咧係業主根據呢個建築物管理條例而成立嘅業主組織，喺法律上佢係代表業主去管理佢大廈，又或者請幫手去管理大廈嘅。咁你哋咧，政府唔係應該幫我哋管好座樓嘅咩？因為私人大廈係業主嘅私人物業，只有業主先有權力去維修同埋管理自己嘅大廈，政府係冇權㗎。我哋嘅角色只不過係協助業主點樣成立法團，等佢有一個法定嘅管理組織，妥善咁管理自己嘅大廈。頭先都同你提及過一系列有關大廈管理嘅資料，不如你再跟我過嚟呢邊睇睇啊。哦。為咗方便普羅大眾明白大廈管理，民政事務總署就用淺白嘅文字去說明咗建築物管理條例裏邊嘅規定。喺常見問題裏邊，仲列出超過200條嘅問題同埋答案，解答法團管委會喺處理日常事務可能出現嘅疑問。我哋仲製作咗大廈管理嘅網頁，提供同大廈管理有關嘅資訊，又製作 DVD 短片，用輕鬆嘅手法介紹大廈管理嘅運作。私人大廈係私人物業，管理同維修大廈公用部分係業主應盡嘅責任。你知唔知啊？其實所有業主都有責任管好自己嘅大廈，對法團同大廈管理嘅事務都應該積極參與，做個盡責嘅業主。係啊，我知我座大廈嘅業主都好盡責噶，個月都有準時交管理費嘅。當然唔止咁簡單啦，其實係積極參與法團嘅工作，以實際行動去管理大廈。咁都係嘅，業主既然擁有自己嘅物業，佢哋應該有最終權力同責任去管理好自己座大廈噶。你咁諗就啱啦。冇錯啦，大廈管理業主有 say 啊嘛。我哋抽出寶貴嘅公餘時間，義務為大廈工作，呢一種無私嘅精神，其實好值得業主嘅讚賞同支持㗎。原來咁。咁其實咧就無論如何咧，我哋係積極咁去鼓勵咧，所有即係喺大廈裏邊嘅業主咧，都係能夠積極啲參加佢哋嗰個委員會嘅工作。即使唔係坐喺委員會咧，都希望所有業主咧係開會嘅時候咧，就盡量參加，咁能夠管理好自己嘅大廈。其實你都好關心大廈嘅管理喎，不如下一屆都參選管委會嘅委員，同我哋一齊幫下手啊！咁都好喎，我可以分擔下大家嘅工作喎。置業安居對大部分嘅香港人嚟講，除咗係一個心願，亦都係畢生一個好重要嘅投資決定。咁不過購置咗物業之後，要點樣做先至算係擁有一個真真正正嘅安樂窩呢？好多私人大廈嘅業主可能唔知道，咁當你買入大廈嘅一個單位時，咁實際包括嘅範圍唔限於自己居住嘅單位，咁同時咧都包括咗大廈嘅公用部分。咁香港現時約有一半嘅人口喺私人多層大廈居住，呢一類大廈嘅總數超過4萬棟之多。咁所謂大廈嘅公用部分，咁包括大廈嘅外牆、公共走廊、升降機、花園同埋會所，都係大廈所有業主共同擁有㗎。
如果唔想大廈因為公用部分管理不善或者缺乏維修而導致意外發生嘅話，咁業主咧就唔單止要為自己嘅單位負責任，咁更加要同其他業主一齊承擔公用部分嘅管理責任。咁為咗令大廈嘅管理工作得到妥善嘅處理同埋協調，民政事務總署一直都鼓勵業主成立業主立案法團，並且協助佢哋積極咁樣參與法團嘅事務，同埋監察法團管理委員會嘅運作。除咗制定建築物管理條例，為法團嘅成立同埋運作提供一個法律框架之外，更加喺18區成立大廈管理聯絡小組提供支援。民政事務總署會繼續加強支援法團管理委員會嘅運作，例如為法團委員提供適當嘅培訓，積極研究修訂相關嘅法例，咁確保大廈唔會因為管理不善而威脅到住戶或者公眾嘅安全。想安居樂業其實一啲都唔難㗎，咁只要大家積極咁樣參與管理自己居住嘅大廈，為創建理想嘅居所共同努力。事業安居一直以嚟係好多香港人嘅夢想，但係好多私人大廈業主可能唔知道，名下物業嘅涵蓋範圍其實唔單止限於自己居住個單位㗎喎。當你買入一個單位嘅時候，亦都係同時買入咗有關大廈嘅公用部分，亦都代表住你同其他嘅業主共同擁有呢啲公用部分。例如，每日為你提供自來水嘅水喉管，你每日出入經過嘅走廊、乘搭嘅升降機，以及大廈外牆、地基、大堂等等，呢一啲嘅設施、設備同埋結構都係大廈嘅公用部分。簡單嚟講，除咗公契指明專係俾某一個業主使用、佔用或者享用嘅部分之外，大廈嘅其他部分都係公用部分。如果公用部分管理得唔好，造成意外，大廈嘅所有業主都有可能要負上共同或者個別嘅責任。如果一個唔好彩有第三者傷亡嘅話咧，業主仲有可能要作出巨額賠償添。政府制定建築物管理條例，目的就係為法團嘅成立同埋運作提供一個法律嘅綱領，令到業主可以有得依循。為咗推廣良好有效嘅大廈管理，民政事務總署編印咗一系列同大廈管理有關嘅刊物，而且設立咗大廈管理網頁俾市民自由瀏覽。大廈管理工作涉及嘅範圍非常之廣泛，呢一出短片正好概括咁樣帶出建築物管理條例嘅規定，加深法團管委會委員對條例嘅認識。同時，業主亦都可以藉住呢一套短片了解法團嘅工作，認識本身嘅權利同埋責任。政府一直都好重視大廈管理嘅工作。民政事務總署喺大廈管理方面擔當推動者嘅角色。除咗提供法律框架，即係建築物管理條例，令業主喺法團嘅成立同埋運作有所依循，更加喺18區成立地區大廈管理聯絡小組，為管委會委員同埋業主提供各類嘅支援服務，協助業主更好地完成管理大廈嘅責任。大廈所有嘅業主都係法團嘅一份子，好應該積極咁參與法團同埋大廈嘅管理事務。而業主同管委會之間要衷誠合作，建立互信，一齊積極參與大廈管理嘅工作。業主同管委會要更切實遵從條例同公契嘅規定，履行管理大廈嘅責任。如果大家好似我咁，想喺大廈管理方面知多啲，可以去到各區嘅民政事務處查詢，或者去到大廈管理嘅網頁，獲取更多有關大廈管理嘅資訊。